Hello， 我係拆房頻道嘅 Stella， 前邊咧就同大家拆盡咗公寓、商鋪、文旅、別墅各類物業嘅陷阱。好多港友咧會私信問中山咁多鎮區，究竟邊個片區先適合長住，方便往返香港？邊啲地段暗藏工廠污染大坑？今集咧就直接將中山分為4大梯隊，逐個拆解。由頂級嘅自住板塊講到完全唔建議入手嘅工業同埋原郊區，最後送大家港人揀地段3條嘅黃金標準。落中山睇樓，跟住呢套邏輯，減少90%踩雷嘅機會。喂，一班準備落中山買樓嘅香港老友啊，前邊咧已經同你哋講晒邊類物業千祈唔好掂。好多人以為咧唔買公寓、文旅盤就冇事。實際最致命嘅大坑咧，唔係物業類型啊，係地段，即係 location 啊。同內地本地人唔一樣，香港人買樓有2個硬性嘅需求：第一，要方便返香港；第二，長住環境要舒服；第三，二手將嚟仲要容易放。今日直接將中山所有板塊分為4個等級，邊啲值得揀，邊啲要即刻走。一次性講到明明白白。OK， 我哋先講第一梯隊先。港人自住頂級嘅首選呢，東區、石岐、馬鞍島同埋南灣嘅呢4個板塊呢，係專門為往返香港嘅港人而設嘅，冇任何明顯嘅硬傷。先講馬鞍島同埋南灣先啦。最大嘅王牌啦，就係深中通道啦。揸車落深圳，轉關口返香港，車程壓縮到最短。社區咧長期有直達香港直通巴班次，唔使轉車兜路。周邊大型商場、街市、醫療、公立學校全部齊全。江景園林景觀嘅盤多，居住氛圍乾淨，冇工廠嘅雜聲同埋粉塵。跟住到東區同埋石岐區啦，中山傳統嘅市中心，成個城市最成熟配套集中喺呢一度，大型商業體。旗杆野遊、地鐵規劃、公立醫療一應俱全，直通班次係最密嘅。就算你唔揸車，搭巴士往返香港都好方便。重點係二手流通率高。第一梯隊永遠最多香港買家接盤，將嚟要換樓啊、套現啦，都唔會出現掛盤半年無人問津嘅一個情況。唯一缺點呢，就係房價偏高，預算充足，想舒適自住嘅、穩定保值嘅，優先揀呢4個板塊啦。第2梯隊低預算折中自住，沙溪同埋港口。折中自住喺呢度嘅意思就係適合預算唔夠負擔東區、石岐市中心高樓價嘅，保留部分成熟生活配套，唔使犧牲晒日常嘅衣食醫療，但要犧牲市中心頂級學區、核心地段價值同返港便捷度。喺資金有限之下嘅妥協選擇，預算唔夠入手市中心同馬鞍島，好多中介會推沙溪同埋港口。呢度我同你講清優缺點，唔好淨係聽銷售講話平啊。優點：樓價平一大截，入門檻低，距離市中心唔遠，揸車10零分鐘到石岐區同埋東區。商場啊、街市啊，基本生活配套係有齊嘅。都有少量直通巴往返香港，適合預算有限，唔需要日日返香港嘅老友。致命短板一定要記實啦。第一，臨近物流園批發市場，早晚啲貨車出入好多，路邊嘅單位噪音好大。第二，大型高端配套稀缺，想行啲高端嘅商場啊、睇專科醫院啊，多數要揸車入返市區嘅。第三，二手流動性遠輸第1梯隊，放盤要等好耐先有買家。總結一句，短期自住預算有限先考慮，追求舒適同易轉手就唔建議優先揀啦。第3梯隊工業重災區，港人啊直接拉黑得㗎啦。三角啊、黃埔啊、浮沙啊，呢3個鎮呢，我係唔會講任何好話㗎。專門勸香港人千祈唔好落手自住，投資都要三思。成個板塊周邊密集，化工廠、五金廠、物流加工業，年累月啊有粉塵、異味，空氣質素差，
開窗啊就聞到工業氣味，對老人家同埋細路仔嘅身體咧係影響非常之大嘅。第二個問題，重型貨車全日不斷，路邊樓盤24小時有貨車嘅噪音，你嗰個夜晚啊根本係難以入睡啊。通勤啦更加仲係重災區啦，距離深中通道啊、市區啊都係遠嘅，搭直通巴嘅班次極少，自駕返香港最少成粒鐘先起步，每日兩邊跑完全係唔現實嘅。仲有個二手市場，本地廠工咧先會考慮嘅，香港買家極少入手呢一個片區，一旦套住幾年咧都好難放盤，除非你本身喺呢度開廠做生意，否則純自住同埋收租投資嘅一律去避開。OK， 我哋講第四梯隊啦，遠郊文旅山區完全係唔建議嘅。三鄉、神灣嗰邊嘅一啲山區，最多銷售會包裝成虛假移居盤，實際咧只適合一年先返去一兩次休閒，唔適合港人長住往返嘅。最大嘅死穴，通勤距離太遠啦，由呢邊出深中通道關口，塞車隨時2粒鐘起步，想每星期返香港簡直係折磨啊！仲有一個配套荒廢係第二大問題嚟㗎。山區入邊只有細街市，至於大型商場、3甲醫院全部欠缺，夜晚入面人流少，生活便利度係極低嘅，所以文旅資源淨係得風景，唔會帶動人流同二手價。二手接盤客少之又少，資金容易長期凍結，只適合手頭閒錢多，純粹買嚟偶爾度假。每星期往返香港嘅老友咧，就千祈唔好揀啦。贈你一句，港人中山揀地段嘅3條黃金標準，記實啦，唔使亂試錯啊。第一標準，返香港通勤時長優先揀直通巴嗰個班次密嘅，近深中通道板塊嘅，每日兩邊跑先唔會捱折磨。第二標準，全配套成熟型醫院、大型商場、街市、交通裝腳要齊，唔好淨揀得風景嘅荒郊啊！咩係啲交通裝腳呢？就係出行嘅根基嚟嘅，基礎交通硬件一地齊集，所有嘅交通配套唔使兜轉，唔使等規劃。第三標準，二手流通率高，揀長期有大量港客成交嘅板塊，將嚟套現唔會卡死晒啲資金喺度。好啦。收尾咧，總結就係今日將中山4大板塊分級講清楚。第一梯隊自住首選，第二梯隊低預算折中，第三工業重災區，第四遠郊山區盡量避開。好多中介為咗佣金，專門將2、3同3、4梯隊嘅盤包裝平價筍盤，氹香港人過嚟，然後逼訂。睇樓之前先對照今日呢份分級表，唔好貪平踩大坑啊！呢個係大環境坑嚟㗎，想避開就要記得點個 like 同埋撳埋個鐘仔，轉發俾身邊準備落中山睇樓嘅香港朋友。有地段疑問可以直接留言或者 WhatsApp 問我。OK，拜。